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今仔中昼，台湾队对战美国队，尾下台湾队以8-2的分数拍赢这美国队。除了有热情的球迷拼起日本小天以外，台湾各地头也袂少这大型的转播活动。亲像这中华县政府伫咧县立美术馆头前的转播活动，就请真侪民众做回来看比赛。现场还佫有传这空肉饭、爆米香，要互大家食饱有气力，大声替台湾队加油。 囡仔人欢喜甲跳起来，比出胜利的手势。世界棒球12强超级循环赛，22即天由台湾出战美国。台湾选手精彩的表现，以8-2的分数拍赢美国，球迷拢真欢喜。大家拢是100分的，无人咧99分的。今天赢美国11年首胜，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前进冠军战，耶！ 今天我们发空爆本哦，赢就送哎！明天我们很期待说会发什么东西呢？让我们继续赢下去。世界棒球12强循环赛，中华县政府伫县立美术馆头前举办转播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看比赛，挺台湾。现场嘛袂少青少棒队的学生来替家己喜意的选手加油。我喜意的球员是陈杰宪，因为拍球的动作足水的。 我家己嘛拍棒球，所以要来甲台湾加油。拍棒球4年因为我有兴趣才会来拍棒球这个机会会使来看这棒球比赛，真好。这次活动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选手有更好的经验，透过荧幕，然后去了解中华队他们的一些临场反应跟表现这样子。 台湾刷落去伫23暗时要出战日本，阁有24上尾港的比赛。中华县立美术馆头前拢有转播活动，现场也会传食物，互大家有气力，大声替台湾加油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